Ready, three, two, one, go shoot！ OK，我哋嚟到 Qatar Comedy Expo 嘅另外一個好主要個項目就係爆旋陀螺 X 嘅比賽。咁我就邀請到身邊我呢一位啦，負責人就係 Ringo 去介紹翻呢一次爆旋陀螺 X 呢個 X 嘅比賽。呢個比賽係屬於嗱，同我哋一般嗰啲店鋪嘅 G3 賽唔同，呢個係一個咩 level 嘅比賽嚟㗎？我哋今次有 G2 同 G1 嘅比賽添，咁我哋 G2 比賽就今日就舉行緊啦，三人對戰賽。咁6 G1 嚟㗎啦，已經係 G2 啫 G2。咁6至12歲同13歲或以上都可以參加嘅。係。咁嚟緊後日咧就會有 Takatomi 杯咧，都係 G2 grading 嘅，咁會都會有金銀銅發射器啦。係。咁另外都最後嗰日就電動陀螺比賽。係。咁但係聽日重點嚟嘅，聽日重點就係校際賽。校際賽。係啊，咁就係爆旋陀螺 X 第一次進行嘅校際錦標賽。有幾多間學校參加？今次有20間學校參加，咁每間都派出精選，因為佢哋已經喺每間學校嗰度進行咗喺校內進行比賽，揀出由幾百人揀出幾位選手嚟代表嘅，係啦。咁所以佢哋都會嚟爭奪最稀有嘅金銀銅嘅爆旋陀螺，係啦。係啦，嗱，譬如話你今日就三人盤啦，聽日就係校際賽加呢個親子賽，係啦。後日就係 G1 嘅 G2 啊 ，G2 嘅單人賽，Takatomi 杯。咁第三就係電動陀螺盤。咁你預計呢4個賽事邊個賽日會係最高峰期？哇！最多人一定係禮拜日嘅Takatomi杯啦，咁就一定係，因為6至12歲同13歲或以上都可以參加，就一定係最多人㗎啦。嗱，咁我而家睇到咧，而家呢個賽區入邊啦，咁啊而家係進行緊呢個三人盤嗰個比賽嘅區域。係。咁啊嗱，而家就頭先剛剛完成咗一節嘅比賽啦。係。咁你對於嗰一節嘅比賽入邊咧，譬如話佢個反應，你個人流上，你係咪預測之中嘅都係？都係啊，都好多人參加，大家都好踴躍參加6至12歲。咁其實都知道大家13歲或以上，即係大人嗰啲咧，都準備已經入緊場，已經入場準備打比賽啦，所以都預計反應都非常好嘅，所以要報名就快啲咯。嗱，作為呢個賽事咧，嗱最矚目，你佔嘅面積亦都最多啦。但係我見到你今次有3個賽區，除咗比賽賽區之外，亦都保持翻試玩教室啦，係啦，仲有一個新開呢個裁判挑戰賽啦。咁啊，不如我哋再你帶一帶路去我哋個區域介紹下，係啦。唔好意思，小心，係。嗱，我哋過咗呢個區域啦，我哋過咗呢度啊，去到呢個叫做試玩教室。係啦，試玩教室。咁啊，呢次嘅試玩教室，我覺得咧同以往有唔同喎。係啊，好整齊，屋企你有凳坐㗎喎。有凳坐，大家可以一齊上堂，咁完美咁學習爆旋陀螺 X 點樣玩。咁玩完之後咧，我哋就會送翻個基本入門套裝，知道基本入門套裝嘅禮品，咁就可以入門玩，咁就玩完就即刻可以參加比賽㗎啦。係 ，OK，係啦，咁啊就跟住翻啲時段啦，就報名啦，有好多時段啊，全日都有。OK，咁啊嗱，但係最多反應、最受歡迎嘅就係呢度人龍好長嘅爆旋陀螺 X 裁判挑戰。係啦，呢個裁判挑戰賽咧，我好似係你今次第一次，係啦，第2次定第1次？第1次舉行嘅。但係有冇諗到而家開咗只係2個鐘頭啫喎？2個鐘都未有嘅，因為第一節係11點半開波㗎，即係第1節已經，第2節已經勁多人。你有冇諗到完全係俾人超乎你嘅想象嘅呢個受歡迎程度係？估唔到大家咁中意挑戰裁判，而且都因為今次咧就贏咗裁判咧，有機會就可以抽籤啦，抽出可以買之前喺 Apps 限定推出嘅金色獅王銳爪紀念版、限定版啦，係 Apps 限定嘅，咁有機會可以抽到個換購券嘅，所以大家我諗都係一個踴躍嘅原因。如果你呢個你會預計，如果嗱，因為人數超出預期啊，我都驚嗰條隊去到後邊場邊夠派㗎啲獎品啊，其實係呢個肯定唔夠啦，所以早啲嚟，早啲玩嚇。因為我哋都受完即止啊，收完即止啊，係啊，即係你預計都係你每一節6個，
做晒咁多節，即係你預定嗰兩日，如果你再多就冇㗎啦。係啦，如果你即係因為始終都好似抽籤嘅，我都預唔到嘅，係啦，所以睇下好唔好彩咧，即係啦。咁你大家咧好坦白講啦，你首先如果嚟咧就先挑戰嘅呢個係啦，有人多人排隊應該唔會差得去邊㗎啦。係啊，稀有限定。係啦，咁啊 OK，多謝晒你 Ringo。多謝咁我哋嗱，你記得大家入場要支持呢個爆旋陀螺。OK， 好，再見。再見。嗱，咁啊頭先阿 Ringo 所講咧，最受歡迎嗰個咧就係今次項目嘅裁判挑戰賽。咁我自己都就感受下裁判挑戰賽係點樣啊！嗱，不過咁樣贏輸我都係冇獎品嘅，不過試下玩下先啦，好唔好 ？OK，咁啊而家介紹啦，嗱，身邊呢位裁判咧就叫 Ryan， 係啦，咁啊陣間就由你去，都係當幾多分打㗎？如果裁判挑戰賽係？平時4分。4分。係。打4分，一隻陀螺4分嘅。3陀螺掣。哦，3陀螺掣。有冇人借陀螺3陀螺俾我？我驚整爛你啲陀螺，唔好意思，揾個識嘅，我唔使賠啊嘛，打爛咗佢係。喂，左路發射器，好唔該你，咁我試下 ，OK。好。嗱，首先講解，不如由你講解啦。咁啊，如果係平時中間出去3分。左右兩個窿2分，擊爆勝利2分，持久勝利1分。哦，就係咁樣啦。好，咁我比賽咁樣 OK 㗎啦。咁我而家就試玩啊。Ready, 3, 2, 1, go shoot！ 哦，咁啊先輸咗3分先啦。即係3陀螺打4分制嘅。係啦。好啊，嗱，就先輸咗3分。哦，咁啊，再出第二個陀螺啦，睇下贏唔贏得翻啦。Ready, 3, 2, 1, go shoot！ 哦，持久勝利，哦，而家就3比1。哦，3比1啦，而家攞翻分啦。咁啊，出第3隻陀螺啦。好 ，Ready, 3, 2, 1, go shoot！ 啊，睇下而家追唔追得翻近定係輸咧？哦，追翻3比2，係啦。OK， 3比2啦，咁啊，睇下可唔可以追翻近啊 ？Ready, 3, 2, 1, go shoot！ 哎呀，呢度3比2，咁啊贏咗，唔知。OK， 咁啊真係嗱，大家真係嚟試下感受下玩下。嗱，係贏咗就有獎品定贏輸都有獎品㗎？贏咗就抽籤睇抽唔抽到獎品。哦，贏咗就睇下抽唔抽到有獎品啦，輸咗就冇嘅。係啦。OK， 咁啊大家嚟真係要挑戰下啦。OK， 好。其實而家咧我都係今日都要參加呢個爆旋陀螺第一日嘅3人盤嘅成人組嘅比賽。咁真心我應該陣間係 E 組，都算緊張啊。因為雖然參加呢啲招魂賽唔係第一次，但係都有啲緊張嘅啊。咁啊多數嗱，因為今次係出單陀螺掣啦，咁我會都係攞一個陀螺啊。咁我而家入去啦，講住啊。或者你出嚟，我唔會。OK，開始。我自己扭鬆咗。Sorry， 我扭錯方向。Sorry， 我打字。Ready。都係唔得，都係爆。
都係咁樣爆呢個。OK。剩單點算？我哋再打嘛，3個。唔係啊，3個點出2個啊？應該話。3個贏咗，剩翻2個再打。係啊，剩翻2個再打嘛。頭先 ONG 嗰度都係咁樣㗎。喂，好啊。搞掂啦，手人油爆咗2次嘅陀螺，冇辦法，左龍。